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是明媚。今天的影片呢，我们来吃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羊肉炉。那我真的是来台湾，就是已经5年了，可是呢，我都没有吃过就是台湾的羊肉炉，所以呢，我就今天就决定要吃羊肉炉。我发现就是台湾的羊肉炉啊，或是姜母鸭那些店，就是只有晚上，就是从晚上才会开。好，然后呢，上个礼拜呢，这个温度下降到10度，然后呢，听说是上礼拜天是那个台湾的，就是今年的，好像什么今年冬天的，就是最后一个最冷的一天。现在其实，在蒙古冬天的时候，现在也是-10度，-10几度算是正常的，就是比起就是-20几度、-10几度比较不会那么冷。然后呢，其实这个台湾的冬天跟蒙古的冬天差异真的是太大了，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就是这个你是来自蒙古国，应该是你们那边更冷吧？就是台湾的冬天对你来说应该没什么事吧之类的。可是是有事，真的是有差别，就是会感受到那个湿冷，就是在台湾是又湿然后又冷，所以呢差异真是太大了。蒙古的冬天呢，我们会有。没错，对，大家猜对了，我们会有暖气，所以呢，我们蒙古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室内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完全都不会觉得冷，就是我们的暖气大部分都是粘在墙壁上，而且是就是家里的时候，就是每个房间都会有暖气，所以呢，我真的是想不到我在蒙古就是哪一天我在室内的时候觉得很冷的时候，我真的想不到。对，只要就是出门的时候呢，就是要多穿一点，然后戴帽子啊，然后戴手套啦，戴围巾什么的，就是要保暖。给大家看，现在呢在蒙古这个-13度，这个是乌兰巴托的那个白天的时候的天气。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上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去一个台湾人的家里面，然后呢那时候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吃姜母鸭，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在台湾就是第一次吃姜母鸭的体验，里面就有那个鸭肉啦，然后鸭的内脏，然后猪肉啊，然后青菜、高丽菜、米血糕、冻豆腐之类的，然后就是配那个面线。然后呢，其实鸭肉啦、鸭的内脏之类的，我其实说真的，我是不太敢吃那些东西，因为鸭肉那些的话，我从小都没有吃嘛，所以呢，我就没那么习惯吃那些东西。可是呢，我那天吃了那个鸭肉跟鸭的那个内脏，我觉得内脏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硬，就是很难吞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直咬一直咬，然后咬很久才能吞下去。我其实连就是羊的内脏我都没有吃过，我就是觉得那些内脏蛮可怕的，就是真的不太敢吃。好，然后呢，我们上次聊到一个就是台湾跟蒙古这个饮食文化上的一个差别，然后呢，我觉得在这边就是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呢，在台湾就是台湾人吃饭的时候，就是大多数的时候跟热炒店一样，就是在餐桌上的中间就是会摆就是各种不同的菜，然后就是自己用夹菜的方式来吃饭，除了便当以外。那在蒙古的话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在蒙古我们就是每个人就是都会有各自的盘子，然后就是那个盘子上面都会有就是各自会吃的，就是可能什么肉啦，然后什么青菜啦、白饭之类的，就是都会装在盘子上面，然后呢，就是每个人都会各自吃各自的这样子。好，大家，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吃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羊肉炉吧。大家看，叮叮，哇，羊肉炉本人在这边烫烫的，哦天哪，我现在流口水，超想吃。然后呢，这个就是配的面线餐具，叮叮。听说好像里面只有3到4块羊肉，其实我在台湾都没有在吃羊肉嘛，所以呢，我其实真的完全忘记就是羊肉到底是什么味道，对，我真的是完全忘记了。其实我觉得它的分量真的蛮多的耶。应该是先把菜倒进去才对吧？满出来了，我真的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耶。我要用喝的吗？直接这个汤赶快喝一喝。还好有卫生纸在旁边，真是吓死我了，真的有羊肉的味道耶，大家。它的羊肉是有骨头的耶，我以为是它会给我没有骨头的那种。其实我觉得羊肉炉很像火锅耶，
就是加很多火锅料理，然后呢加羊肉下去，然后就把它叫做羊肉炉，是吗？再喝一下汤。那我们来打开这个面线，哇，它其实看起来小小的，可是相信它的分量肯定是很多。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以前就是以为这种火锅啊，或是这种有糖的东西是没办法外带的。大家看，已经凝固了，超好笑耶！我其实想要喝一点汤。它的汤蛮好喝的耶。大家这个是什么酱啊？我刚刚有问那个老板这个是什么酱，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什么羊肉的酱，我来闻一下。有一个很酸的那种味道，冻豆腐。我们传说中的这个羊肉在哪里啊？我来找一下它在哪里。大家看传说中的羊肉，我来吃看看。有羊肉的味道，真的有诶。跟在蒙古吃的羊肉蛮像的，味道我觉得蛮像的。在台湾其实真的是算是很久都没有吃羊肉，而且我觉得在台湾像那种全联啊，或是家乐福那边，我都没有看过有卖就是羊肉诶，大家有看过吗？我给它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羊肉火锅。这边是豆皮，我们来吃看看这个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这个酱放到这边来，超长的米血糕，蘸这个酱，这个酱蛮酸的感觉。其实我不太喜欢上面的这个很像肥肉一样的东西，我把它拿掉好了。先吃这个小块的，我觉得有那个羊肉的味道。在蒙古我们会吃羊肉嘛，大家应该知道。在蒙古我觉得羊肉很像台湾的猪肉吧，就是大家比较多会吃。是不是把面线放在这个里面啊？还有一个超大块的羊肉给大家看，超大块这个。它的肉其实蛮软软的，还不错吃哎，配个高丽菜。还不错哦，这个蒙古人在台湾第一次吃羊肉炉。还有一个羊肉，我其实最近才知道说，就是这种姜母鸭店啊，或是这种羊肉炉店，就是他们只有冬天的时候才会开。我以前真的是完全都不知道，然后呢，最近才知道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噔噔，传说中的羊肉，有羊肉、高丽菜。我觉得羊肉炉跟姜母鸭类的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冬天的时候会吃。今天就是蒙古人在台湾就是第一次来吃这个羊肉炉，然后呢，我的感想就是羊肉炉其实很像羊肉火锅一样。然后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羊肉炉里面的羊肉其实算比较少一点这样子，里面的羊肉是那种有骨头的，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有些人觉得比较难吃。在蒙古我们也会吃那种就是可能是羊肉蔬菜汤啊，或者羊肉汤啊之类的，就是我们在蒙古的时候吃的那种羊肉汤，都是它里面的肉食都是没有骨头的，就是已经把那个骨头已经用掉这样子。然后如果想要啃那个骨头的话，就可以煮那个骨头跟肉，然后就是这样啃这样子。好，那第三个感想就是羊肉炉跟这种姜母鸭都会配这种面线，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还有配这个酱，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记得帮我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拜拜。